平安。很开心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。特别感谢神让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天气，也希望我们今天真的也是带着一个好的心情，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愿神祝福每一个愿意花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他面前的弟兄姐妹。愿上帝的恩典，愿上帝的平安临到于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带着渴慕、热切而且是敬虔的心来敬拜你。主要帮助我们在此时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所听见的、我们所看见的、我们所从你那领受到的一切的话语，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，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将今天礼拜的时间从头到尾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将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“如果你愿意”。通常这个“你愿意”，你只会在多数某一个场合，你在一个场合听到，是什么场合？就是在求婚的时候，你会听到“你愿意吗？”通常结婚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个。但是今天的这个题目跟求婚没有关系，跟结婚也没有关系，而是要发出一个邀请。当你听完今天的分享，听完今天的讲道，同样我要再次问大家这个问题：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愿不愿意一起这么做？其实我们看到，在最近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动。就拿过去这几年的疫情来讲，我们经历了很长，终于好像可以脱口罩了。但是脱口罩不代表病毒就消失了，疫情仍然在，病毒仍然在，但是我们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。除了疫情，我们看到世界有许多的战争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在土耳其、在叙利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。当然，对于身处在台湾的我们，地震我们好像也习以为常，甚至在当中有些人可能有经历过921大地震，那是对台湾造成非常大损害的地震。所以或许看到土耳其、叙利亚地震，我们除了觉得在台湾我们也很常遇见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也曾经遭受过地震或者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一些侵袭。但是当我们每次在看这些新闻，每次看到这些不论是世界的或者是社会的新闻，大家都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看？大家不知道，在几年前网络上很流行一个挑战，叫做冰桶的挑战。那这个挑战是为了要帮助渐冻人的基金会，所以有许多人在网络上开始争相的模仿，拿了一个非常大的水桶，里面装了冰水、装了冰块，开始往身上自己倒，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 ，take 下一个人，请下一个人继续这么做，于是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风潮。但是时至今日，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吗？没有了。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可能也没有什么人记得了。我们再来往前一点讲，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，在整个东南亚，甚至在台湾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，就是去柬埔寨打工的事件。当时也是闹得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关心，很多人关切。但是我问大家，到现在你在新闻还可以看到有关柬埔寨的消息吗？好像不见了。其实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的新闻也好，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好，某一阵子我们可能很关注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花时间在看，但是久而久之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就麻痹了？世界就是这么糟糕，社会就是这么糟糕，需要被关心的人、困难的人就是这么多，我关心不完啊，我看不完，那就继续让它发生吧，反正不关我的事，反正不是我。特别，大家每天如果你有一些时间，你在滑手机，不管你看的脸书、看 LINE 也好，看任何的搜寻网页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：你的搜寻网页，或者是你所看的东西，它所推荐给你的，会越来越像。比如说，你最近可能都在看有关于宠物的事情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一打开，你的网络一打开，它全部推荐给你的东西都是什么？宠物，都是狗，都是猫。而我们当在这样的时代活久了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：我们看的东西眼界越来越狭窄，我们所看的都只看到我们想要关心的东西，我们想要注意的东西。于是旁边的东西我们都觉得麻痹了，不关我的事情，那个是别人的国家、别人的社会、别人的将来发生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耶稣所
遇到这个麻风病人，以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一起聚集的这个时刻，我们再一次思考一件事情：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动的时候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？当然，你可能会跟我说：“对啊，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的没错，但那么远，我可以做些什么？”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绝对超出我们所想象的。就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40到42节，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他来找耶稣，请求耶稣可以医治他，可以来洁净他。而当耶稣看到这个麻风病人，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医治了他，伸出他的手触摸他，然后让这个病人得着康复。其实对于耶稣时代的人来讲，麻风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，而且他们觉得是不治之症。更严重的是在于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人犯的罪，一个人得罪上帝，所以你才会生麻风病，你才得了这么严重的疾病。那当时也普遍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这么严重的病，你要得到好，你要康复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上帝怜悯你，上帝医治你，然后你的身体才会完全的康复。所以对于当时得到麻风病的人，他们有非常大的煎熬。他们除了肉体上的痛苦，他们得麻风病，身体不舒服，他们也有精神上的痛苦，因为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朋友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他必须在他们的规定里面，他必须住到城的外面。而且当有人靠近的时候，他要大声喊说：“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！”警告来靠近的人说：“不可以靠近我。”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他生命当中他灵性的痛苦，因为他生病了，他没有办法接触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到圣殿去，没有办法去寻求医治。他就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城外，没有人可以看，没有人照顾他，也没有人关心他。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，这个麻风病人，他来找耶稣，主动来找耶稣。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信心，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勇气，他不顾旁人的眼光，他就马上跑到耶稣的面前。当然，我们今天不从这个麻风病人他的信心，从他的勇气讲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。我们要从耶稣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件事情。我想，耶稣愿意为麻风病人这么做。刚刚说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是绝对不碰麻风病人的，连靠近都不要。但耶稣伸手摸他，耶稣愿意为那个麻风病人这么做。那我们相同也可以回应像耶稣一样所做的事情吗？当然，你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看不太到麻风病了。但是你身旁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人，被冷落在旁边，需要被关心的？不仅他的身体的需要，他心灵的需要，可能都没有被看见的人。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麻风病人？谁是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可以去为他付出的那群人？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耶稣所做的这个怜悯，耶稣所做的这个动作，它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。刚刚经文我们再来看一次，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：“你若肯，必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一个主动的病人来找耶稣，耶稣动了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就帮助了他，医治了他，让他恢复健康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耶稣看到这个人，不是只有感觉说：“哦，我感觉到你生病了，我感觉到你有需要了。”好，我感觉到了。我看到社会一个新闻，我看到了；我听到一个消息，我听到了。而耶稣是看到之后，马上去行动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人们担心自己会不洁，因为怕被传染。他可能会遭受这些疾病，但是在我们的时代，我们担心被传染。什么意思？当然，传染这个词对2、3年我们活在疫情的时代来讲，这个传染这个词我们很熟悉了，我们都在预防被别人传染。但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担心自己会不洁，因为我可能碰触了那个人，接触了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人，以致我被贴标签说啊，你也是那个不干净的人。但是在现在时代，我们可能也是如此，我们可能也是我们去帮助了一个需要的人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某件事情，我们去付出，但是会不会有人就说：“你怎么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要帮助他？”
你看这个，有时候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当人开始讲话，当人开始有一些不对、正确的心态，就好像病毒在传染一样，以至于到时候真的需要被关心的、需要被看见的，没有被看见，他于是就一个人还是孤零零在那里。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，耶稣说他动了慈心，和合本说慈心，但如果你看新译本，或者你看台语的版本，他会说耶稣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摸他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看圣经，看动了慈心，或者是说怜悯，实际上这两个是同样的词。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文化，他们觉得怜悯或是动了慈心，代表一个意思，就好像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感动，就好像你的肠胃、你的肚子在蠕动一样。如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中午，你可能觉得肚子饿了，所以你可能感觉到肚子开始在咕噜咕噜叫了一样。当时人他们觉得怜悯就是这样，你感觉到你的肠胃在动，你感觉到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在。所以当犹太人在形容说：“我非常的怜悯他，我动了慈心”，代表他的内心不是只有感觉，而是他有感觉之后，他会开始有另外一个行动。所以当我们发现怜悯的时候，你看见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一种感觉而已，而是一定会带出某一种行动，绝对不会只停留在感觉，而是一定会带出某一种的行动，一定会带出某一种的行为。所以我想，当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，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做，你必须要去尝试，你一定会先从感觉开始。比如说你很有兴趣做一件事情，你一定会先有感觉嘛？我感觉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，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。于是你感觉之后，你就开始感动，我要怎样去更努力的去做，感动你继续的去做，之后你就会产生行动，真的去实践了。而最后真的实践之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些结果。我想不仅是我们有兴趣，我们的信仰其实好像也是这样啊。一开始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可能对这个信仰，你可能只有一点感觉，有耶稣在，有这个信仰在，有教会在。但是有一天你可能听到某一首诗歌、某一个见证，或你生命当中真的被触动，就被感动了。于是你行动，你到教会去，你去受洗，于是你行出结果，你加入教会、加入小组，生命慢慢被改变。怜悯的心也是一样的。你看到有一个需要的东西，需要的人在那里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到，但是感觉到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心？触动到你的心之后，你有没有愿意去付出一些行动？你有没有愿意付出行动之后，带下一些不一样的结果？如果我们永远只停留在感觉的阶段，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些美丽的结果了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当我们每次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耶稣跟怜悯这两个字一起出现在新约圣经的经文的时候，耶稣一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立刻的行动。你看新约圣经，只要出现有耶稣跟怜悯这两个字一起出现的时候，耶稣的下一个动作一定是马上去做，因为他很在乎看到的一切，他很在乎他所看到这些颠沛流离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。耶稣出来见到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马上就治好了他们的病。耶稣看见瞎眼的人，马上动了慈心，怜悯他们，就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的眼睛就再次得着看见。耶稣看到一个失去孩子的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我们看到耶稣在怜悯人的时候，看见人的需要，他不是看到，然后比如说看到寡妇跟寡妇，寡妇你先哭完，我等下再来安慰你。而是耶稣在他哭的时候，就直接跟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付出了行动，很实际的给予他最需要、当下最需要的。我想耶稣所做的，他不是谴责说这些人、这些受苦的人，他也没有定罪人，反而是他接纳每一个人回到生命的次序当中。耶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带来给人生命的解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对于别人，我们带来的是生命的什么呢？是生命的解放呢，还是更多生命的束缚？我想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他不是只有感觉而已，他不是只有看见而已，而是他付出行动，
帮助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力量、新的方向。再来，怜悯也不是只有付上行动，而更要付上代价。怜悯不是只有单纯的行动而已，而怜悯你必须要付上某些的代价。41节的经文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就洁净了吧。”我们前面一开始说到，当时的人认为摸到这些大麻风的病人，原本是一个洁净的人，就会变成不洁净，就会变成也一样是被看为是病人一样。所以耶稣当要去摸那个病人的时候，耶稣应该也要承担非常大的代价。什么样的代价？旁边那么多人围着他，不仅有他的学生，还有那些群众，甚至还有一些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看热闹的人，他们一定在看耶稣。你是个犹太人，耶稣你怎么可以去摸病人？耶稣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学生看到这件事情？那你的学生有样学样怎么办？所以耶稣也要承担某一些的代价，当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。但是对这一个人来讲，这个长久被社会遗弃的人，他一个人都孤立人在城外，没有人关心他。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被一个洁净的人愿意伸手摸他。对这个人来说，可能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典。但是相对的，刚刚说耶稣也要付上一些代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。当我们如果愿意要为别人付出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要付上某些的代价。其实，在当时的文化当中，当时的拉比就是当时的老师，他们如果要避免这些疾病，他们如果看到有麻风病人，他们会做一件事情，捡地上的石头，然后丢那个麻风病人，为了把麻风病人赶走，把麻风病人赶得越远越好。甚至他们这些老师们，他们觉得只要有麻风病人曾经走过的街道，他们就不吃那条街道的东西，他们也不走那条路，因为他们觉得走了他们就不干净。所以，包括说接触到也不行，他们就觉得不洁净了。所以耶稣付上了什么代价？可能被那些旁边人指指点点说：“啊，你怎么做这些事情？你的学生可能有样学样，你是一个老师哎，老师没有守规定。你这样真的有做一个老师的样子吗？你真的有付出对地方了吗？你真的有怜悯对地方了吗？”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是啊。当我们要关心一个人，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怜悯的时候，我们肯定要付上一些东西啊，可能付上我们的时间，付上我们的体力，付上我们的才能，甚至付上我们的金钱都有可能，不是吗？在路加福音第10章30到37节这个故事当中，耶稣对一个律法教师说了一个比喻。有一个犹太人，他要过路的时候，经过一个山里面，遇到了强盗，强盗把他的钱全部抢走了，也把他打得半死。于是他倒在路旁，一个人倒在那里。于是有2个人经过，第一个人叫做祭司，祭司看到了他，看到一个人倒在路旁，祭司看见了就走了。接下来又来一个利未人，利未人走过去，又看到了这个被打人躺在那边，他看到了又走了。于是那个人等啊等，来了一个人叫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在当时跟犹太人他们是彼此不相往来的，他们是仇视的。但到最后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个地方，看到那个倒在那里的人，去把他扶起来。经文说，他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上自己的牲口，而且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。你发现前面那2个人做了什么事情？看了就走了。他们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哎，可是看了就走了。而且这2个人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？可能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长老。可能是我走过去看到一个人需要在那边，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接下来可能是长老看到，又走了。这2个人有看见，但他们却视而不见。然后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常常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教导我们什么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都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叫做我们只要路过的怜悯就好了。我们只要有路过的怜悯就好了。我看见了，看见了就好。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就好。我不知道我去帮助他，我要花多少时间？我不知道我帮助他，我要花多少的钱？我看到了就好，我就路过就好。这个世界不都教我们这样子吗？不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吗？
我们只要路过就好了，反正有人会处理啊，有人会关心他啊，不一定是我啊。我们都觉得越容易越好，越简单越好，麻烦的不要给我。但是刚刚的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，你看走过去的是谁？在当时是他们可以就依现在角度来看，就是牧师跟长老这样的人走了过去。那我们呢？如果有一天是我们刚好走过，看到一个需要打在路旁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也只是路过的怜悯吗？啊，好可怜哦！啊，他没有钱了，就走了过去吗？我请大家想2个问题，试着回想看看，这2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过？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上一次特别空下一个时间，然后为了要陪伴某一个人做某一些事情，是什么时候？第二个，我想要请大家你也想想看，你上一次因为付出时间在别人的身上，结果错过了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，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要问大家这2个问题？其实认真的想想看，我们好像都是空下时间，我们很忙碌了，没错，但是我们所空下的时间都是为了要陪伴自己，更多的满足自己。当然，空闲的时间，把一些时间留给自己，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重要，也没有错。但是认真的想想，你特别再把时间空下来，去陪伴一个需要关心的人也好，或是陪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？或是上次你为了要付出某些事情，陪伴某一个人，以至于你原本的事情却忘记了、错过了是什么时候？好好的想想看，好好的想想看。有时候必须你付出的关心、付出的怜悯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有时候可能必须付上一些代价，甚至你可能当你要付出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哇，我越了解对方的需要，你会发现，哇，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复杂哎。你付出的越多，发现哇，这个其实我没办法解决。有可能你付出到最后发现啊，都徒劳无功，我做了那么多，好像都没有改变啊，我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干什么？完全没有，到底算什么？做了那么多都没有效果啊！你也可能你发现你根本帮不上忙。其实要付出不是那么的容易。其实真的要付出我们的怜悯，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可能有很多的预备，可能有很多我们要花时间的部分。在几年前我在北部服侍的时候，我的服侍的教会，我们有做课后照顾班。那在那个课后照顾班里面的孩子，他们都来自于比较特殊的家庭，他们的家庭可能是比较贫穷，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家庭。其中有一天的晚上，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快要晚上12点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一个家长的学生打电话给我。接起电话，然后他就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回家？我们8点就下课，我就跟爸爸说，爸爸，我们8点就下课喽。爸爸说啊，可是现在快12点，他还没有回家，而且打手机怎么打也都没有接。于是挂掉电话之后，我也赶快打电话，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学生要找他。但我发现我打也都没有接，找不到人。于是我再回拨给那位爸爸说，我们先骑摩托车沿路去找啊，我沿着教会的路去找，然后请那位爸爸沿着学校从他们家的路开始去找。于是，在那个冬天的晚上，天气又冷，又下着雨，要骑着摩托车在路上慢慢的找，慢慢的找，就找不到啊，不知道那个学生跑到哪里去了，手机打也打不通。后来找了快1个小时吧，终于打通了。我就问，哎，你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他就跟我说，他在离教会大概4、5公里远的一间 7。好，我就说好，你在那边等我，我马上过去找你。好，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爸爸，联络那个爸爸，然后一起去过去那间 7。后来我才了解，为什么他不想回家？他为什么也不接电话？后来发现他在学校跟同学处得不好，所以他跟同学在学校打架。下课的时候，有人在那个学校校门口要堵他，要打他，所以他一下课从教会一走的时候，他就赶快跑，他就真的用跑的，跑了4、5公里远，为了要躲避人家打他。那我说，你为什么不跟爸爸说？他说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跟爸爸说。
后来再更了解这个家庭，然后发现这个家庭当中的需要，发现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大的需要。这个爸爸跟他的妈妈前几个月才刚分开，而对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。但我发现，在继续深入了解、继续陪伴的时候，很多事情是我没办法做的。我最多就是陪着这个孩子而已，他的家庭我也没办法处理，我也没办法可以再付出的更多。你会发现很多事情，当我们做的时候，确实你不会有一个结果，甚至你觉得徒劳无功，甚至你觉得我做那么多了，没有什么结果啊。但是不在于到最后我们看不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，不在于我们到底做了这些东西可以带来有多少的果效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，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选择，在于你愿不愿意花一些时间，花一些你自己的生命，跳脱你自己的中心，愿意参与而且关心在别人的生命中，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他。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结果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会如何，但我们要不要尝试看看？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挑战，也给自己一个选择，尝试的可以跳出自己的中心，看看身旁真的需要人是什么，并且奉耶稣的名祝福他，将他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神来带领。就要跟大家分享，怜悯也不止付上代价，更重要的还要真实的同在。怜悯不只要付上代价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真实的同在。我们刚刚最后所读的经文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所做的去做。”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，不仅一起享用了晚餐，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为他们洗脚，让他们学习到什么叫真实的同在，学习到什么叫真实的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在看最后的晚餐相关的经文、相关的故事，你会发现，耶稣在最后都会说一句话，如同刚刚约翰福音最后耶稣说了：“叫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”你看路加福音，耶稣在记载设立圣餐，最后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事实上，耶稣在做这些事情，不论是怜悯刚刚那个贫穷，怜悯那个麻风病人，或者是耶稣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个孤儿寡妇，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付上了许多代价，但是更重要，耶稣付上的代价是什么？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。而他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一次的恢复，也让我们再次可以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。所以耶稣最后在晚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，彼此的洗脚，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纪念耶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。”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同在，也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叫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怜悯，也表明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就活在我们的心中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，在守圣餐的过程当中，你也再一次的思考，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爱有在我的心中吗？那个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有在我的心中吗？每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，真的有感受到耶稣与我们同在吗？每次守圣餐的时候，感受到我们身旁的兄弟姐妹跟我们一起同在，一起享受在耶稣的爱当中吗？耶稣不是只有在天上大声的呐喊说“我爱你们”，耶稣没有只在天上说“我爱所有的人”，而是耶稣来到世界上，跟每一个人在一起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而当我们每一个人坐在教会的时候，当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坐在一起，一起同在的时候，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也应当在这个里面彼此的关心、彼此的怜悯、彼此的相爱，不是吗？耶稣给我们一个模范，他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应当一起学习。
所以同在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人在这里，但心却不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人可能在这里，但是心却不在这个地方。有一次我去吃饭的时候，中午去吃饭，旁边坐一对情侣，然后那个女生感觉应该是刚去剪完头发，然后刚去烫了个头发，染了个头发，然后一进来，他们情侣就面对面坐着，然后那个女生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跟那个男生分享，哇，我今天去烫了头发，我今天烫了卷发，然后染了什么颜色，然后你看我去做了什么，然后那个男的反应是什么？滑手机，他就一直滑手机啊。啊，我今天烫头发，哦，好，那好看，好看啊，就这样，一直这样哈，啊，就是这样哈。就到最后，那个女生问那个男生，所以我到底烫了什么？我到底哪里有变？然后男生突然抬头一看，啊，你变漂亮了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人在这里，心却不在这里。有时候去吃饭也是啊，一桌4个一家人，最小的小孩在看佩佩猪，大一点的在看《鬼灭之刃》，妈妈看韩剧。爸爸在看股票，一家人在那里，心却不在那里。同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一起学习的。特别我们看到在这几年当中有许多苦难的事情发生，这几年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关心的，不见得是这个社会，也有可能是你身旁的人，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都是。但你有没有与他同在？你有没有跟他真实的在一起？我们活在一个资讯非常快速的时代，我们有时候很怕会错过最新的消息。每天都有新闻快讯，你看的手机常会跳快讯，或是很多人传讯起来，你都要赶快看，赶快看。我们都很怕错过消息，但是我们真正该害怕的不是错过这些消息，真正该害怕错过是你面前那个人。真正该害怕的不是这些讯息，真正该害怕的是你错过你面前那个需要被关心的人，错过你面前那个现在真的需要你怜悯、需要你协助的人。所以让我们改变一个新的心智，不要再错过你面前那个人，不要错过你面前那个真的现在有需要的人，也不要只是为别人做什么，更重要是要一起做什么。不是只有为别人做些什么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我们可以如何一起做些什么。耶稣在那个洗脚的事情后，他继续跟他的门徒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耶稣说，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关心，也彼此怜悯，彼此祝福。别人绝不会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做礼拜，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。别人不会因着你可能奉献了多少、做了多少的事情，就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。真正被别人看见，成为一个是门徒的人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是在彼此相爱当中，是在彼此怜悯、彼此关心，而且是在同在的里面让人看见。最后，用一个美国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，他所说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怜悯是直到你享有了平安和喜乐，我才会享有平安和喜乐。”这长老会的牧师他说，怜悯就是直到你享有了真实的平安以及真实的喜乐之后，我才会也享有到喜乐以及平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你看到一个人，他真的因着他的需要，因着他的软弱，被改变了，被鼓励到了，你看到他真的有被照顾到了，你的心也因此感谢，你的心也因此被激动到。我想很多事情，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完全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，
但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子愿意去尝试、愿意去行动的心。我们等一下要圣餐，在圣餐之后，我们会一同有这个礼拜有圣餐的奉献。这礼拜的圣餐奉献，我们要特别为了在土耳其、在叙利亚这次发生的地震，一起为他们奉献。我想我们可能想，叙利亚、土耳其很远，我们没办法去，我们没办法救灾。但是这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一点行动，这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一些关怀，帮助他们。当然，回到你的家中，回到你的工作场所，回到你生活的地方，你也要认真的去细查去看，哪一个是我现在可以付出，哪一个是我现在可以关怀他的，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他的生命当中，将耶稣基督的平安带到他的生命当中，帮助他。让他的生命也再次回到生命的次序当中，因为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怜悯的人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怜悯人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牺牲，也谢谢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因为你怜悯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。所以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救赎我们，也更让我们感受到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经历到与你恢复关系的美好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。当我们看见有需要，看见我们必须要付出心力的时候，主你就激动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是停留在感觉而已，让我们有行动。让我们可以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你的爱。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成为那个上播分享祝福的人，上播你的怜悯，上播你的爱的人。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。真的是在你的爱中，我们也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鼓励，也彼此的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《宝贵十架》，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。